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。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觉得我最近常常觉得胃不太舒服，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呀，是不是常常到夜市里面去吃手鸭呢？其实啊，我在猜啊，你一定是大吃大喝，而且啊，都是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。你说的手鸭就是宵夜了，因为啊，上次按补头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吃很多，就会觉得睡前好饿，就很容易想要吃手鸭了。对啊，安补头啊，就是晚上的意思哦。那么你就是典型的那种正餐不吃啊，就吃手鸭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呢，睡前4个小时啊，不要进食，否则的话，对于消化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好像有印象哦。医生就有建议啊，如果睡前呢真的觉得哇饿到不行的话呢，可以吃一些热量比较低的食物，像是呢吐司啊，还有馍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。馍呀，就是稀饭的意思。所以今天呢，要教给大家一整句的呢，就是今晚的宵夜是稀饭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安补鸭嘅手鸭黑馍，安补鸭嘅手鸭黑馍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要告诉你，如果真的一定要吃宵夜的话，应该要怎么吃哦。贤哥，买回来了，来，赶快吃。贤哥，新竹的美食很多，不过手鸭吃这样也太多了吧？可是难得来新竹啊，我肚子好饿哦，来一起吃。我才不要嘞，安补头吃手鸭啊，不但对肠胃不好，而且很容易发胖那怎么办？忙了一整天，晚上又没什么吃。我觉得啊，你可以像是吃馍呀，或者是吃像是吐司啊，这样子的话对肠胃比较不会有负担。那不要吃哦。不会啦，偶尔为之可以啦。不过呢，像是这种夜市美食啊，当晚餐啊，会比手鸭还要好哦。敏华，你有没有改掉吃手鸭的习惯呐？有，我不但改掉了，而且我也叫贤哥不要再吃手鸭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吧。刚刚说到的宵夜就是手鸭，手鸭就是宵夜的意思。其实真的为了消化着想呢，真的安补头啊，就不要再吃手鸭喽。安补头就是晚上了。那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吃稀饭馍。馍就是稀饭的意思。所以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就是今晚的宵夜是稀饭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安补鸭嘅手鸭黑馍，安补鸭嘅手鸭黑馍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带大家健康吃宵夜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